气象署是预告讲，台东有可能会出现超大豪雨，为着要保护用路人的安全，对昨暗8点开始，南回公路新向南到台北的路段路已经封起来啊。那因为往北的苏花公路路嘛已经封起来未通，所以台东即卖交通目前对外铁路、公路拢未通。除一暗8点，南回公路新向南到台北路段有警示封闭，唔知影民众要登去屏东的徛街，伫咧太马里新向南和交管人员查来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公路了，没有公路了哈，要回头啊？对，那我们去哪里啊？要道路救援的车要去屏东草埔救各种的车，也无法度顺利通过。民众若是有紧急需求，会伫安全考虑下开放。就是救护需求啊，或者是一些医疗的一些需求，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，好，那这个我们才会开放通行哈。气象署估计台东山区总雨量900毫米，要可能到1300毫米超大豪雨的等级。为了要维护用路人的安全，台北公务段从一暗8点开始，甲南回公路新向南到台北路段封起来。因为上北苏花公路也封起来，对外铁公路全部都未通。机动性的在某一个时间点能够开放，让民众有民生需求的民众，还是可以利用这条道路来做它必要的这个疏运。风台伫咧台东山区路大水后，太马里溪正线楼规拢涨起来，溪水强要淹过半花，黎明梯只敢一条车路尔。乡公所赶紧调马上头，要个屯土来挡溪水。会不会很担心？会啊，我们把全部的东西、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好，准备随时离开这里。南回公路已经有真侪所在石头绑来，还有土石流。台南县长廖景玲要求各乡镇市公所做好防灾工作，因过因为铁公路交通拢未通，可能影响当地居民紧急的需求。廖景玲担心台东会变作孤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